秀传医院提供这个医疗团体，也要感谢后院长这段的期间那个照顾那个就这样。因为非常感谢爸爸。那这段期间的话，也感谢就是秀传所有的医疗团队，然后尤其是贺副院长跟林医师他们带领的一个指导的团队。对，然后因为整个过程的话都是由他们在照料的，那也非常感谢他们。再一次，好不好？停留一下，暂停一下，好，暂停一下。妈妈一起来可以吗？妈，不要哈。暂停一下。那现场呢？因为我们刚好正值父亲节前夕，所以我们这边也特别准备了一个蛋糕。那麻烦工作同仁。看中间一下。听到医生说可以之后，爸爸就说：“那我们就是看什么时候直接可以就是做决定。”对，所以那时候其实他比较没有太多的考量，反而是那时候其实我考虑的比较多。对，他爸爸生日这样。对啊，因为就是怕说，因为其实我们也做其他的，然后可能有一些他也会帮你，就是有些他可能会说术后的一些风险这些，那可能你听到就会怕说，他万一这些术真的是骗你，真的会怎么样？所以那时候其实本来有打算说，就是不要再提这件事情，就是我们等看有没有等到大海，如果有缘分拿到大海再说。对。然后那时候是刚好遇到说，4月份贺医师来这边，那所以我们又重新给贺医师看了一次，然后中国贺医师是说，比对状况都非常好，那我们两个身体状况也可以。那父亲节，可不可以抱一下爸爸，拍一下，来，等一下哈，等一下，我换一下，我切换一下，不好意思。还有一点没有讲是2颗肾功能正常。一个人是有2颗肾，可是并不是每一个人2颗肾功能都是很正常，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捐赠者他的肾功能正常，而且也会评估他左右2颗肾脏，2颗肾脏功能都正常，而且差不多才行。那如果说偶尔那个机会虽然不大，有一些病人他1颗肾脏功能很好，另外1颗功能不太好，像这种情形，我们也不会做活体移植。因为你拿不好的那个肾脏出来捐的话，没有什么效果。那你把好的肾脏拿出来捐的话，对捐赠者不公平。所以捐赠者他的肾功能，包括他左右两边的肾功能的差异，在术前我们都有评估过。我们一定要确保这个捐赠者捐肾以后，他的肾功能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才能够接受这样的捐赠者。所以在日本，他们70岁以上都很多了。在欧洲，他们的记录，据我所知有到90岁，只是说那个是比较太特殊的了。哎，那这种不是说不能做，不过那个